台灣這陣仔天氣真熱，南投為着去引家長帶囡仔來佚佗，設水池啊，讓民眾會當耍水免錢。市府除了每禮拜摒掃，嘛有設過濾的系統來確保水有清氣。夏天玩水，很好啊！大細漢囡仔做伙耍水，天氣有影有夠熱。這是南投埔里的大米清水公園，對外開放已經4冬啊。逐年到熱天，攏會當詳時開放，予200位囡仔做伙來耍水，會當講是熱力滾滾。這個水是來自大米坑仔溪水，為着水質安全，100公尺進前就做淨水池過20節，池仔水嘛維持活水。讓囡仔有清氣的水會當耍，水還蠻乾淨的啊。對，水很乾淨。剛剛也有看有人在把上面一些樹枝啊、樹葉落葉把它就是打撈起來，對小朋友玩水比較安心。做迄個沉沙池吼，有做一個沉澱吼，大概若落大雨了後，就愛趕緊把這沉沙池的這一寡雜物清理一下吼，主要是確保吼伊蓄水的這個安全，甲伊水質的這個好安的吼。埔里鎮長講，逐禮拜3和拜42天賣摒水池啊，讓家長安心帶囡仔來佚佗。除了這會當耍水，南投縣閣有拄啊開幕的南投市中山公園的耍水池啊，閣有當咧趕工試營運的一級清水溪公園，按算後禮拜會當全面來完工。另外，現主是閣有無耍水公園的德山，嘛會自7月18、19、2天，德山公所舉行2天的耍水活動。在水池裡面呢，會24小時的不斷的循環，所以也請各位爸爸媽媽放心。試營運看這市內目前看是無啥物大問題啦，看有法度先7月10日有法度完善來啟動吧。遮爾多的耍水活動攏是免錢的，而且對水質，大家公所攏真用心的看頭看尾。毋忙熱天的觀光大月，大家會當來南投耍。記者洪秀南投報道。